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古早人讲无缘无家不成夫妻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夫读做好，有夫读第一条。古早查甫咱讲是夫，像咱讲大丈夫；另外翁婿咱嘛讲是夫，像咱讲夫君夫妻。另外，这个夫嘛通汉字人字边的夫，代表讲做某一款初当工课的人，像咱讲车夫，就是古早拖人力车的人。另外，人真够礼数，咱嘛讲这人真功夫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夜夫，嘛有人讲是夜夫啊。一般台语字典是无收，也毋过民间有咧讲，讲的这个夜夫，也就是做初当的劳动者，或者是互人车欠的人，身份较低人。第二个咧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家某大丈夫，拍某是猪狗牛。这个意思是讲家某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若是出手拍某，就是猪狗精神。这个意思就是奉劝翁仔某冤家不要紧，但是唔通起骹动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公讲伊少年的时上好打，做夜夫啊，啥物拢唔惊，就干那惊阿嬷。两个人的感情是斗打甲把把把，莫怪人讲家某大丈夫，拍某猪狗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夫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